是，喂，朱启林呐，你紧收，你紧收，你紧收起来啊！起来，起来，你早来出照片啦！什么？来，木姓古迄个秋龙，哦，哎，一个名称，你若唔对的话，以后拳击手套嘛，啊，第叫做。我以前拢讲木姓古，嘿，无辛苦，木姓古，手套，秋龙啊，秋龙，秋龙，哦，确定哈？毛姓骨秋龙。好，我来问老师哦，老师，毛姓骨秋龙对唔对？木姓骨还是木姓古，木姓骨嘛哈，木姓古，木姓骨就对。哪一分数？就一定要第3分哦。这个拳击手套哈，那个其实比较翻做台语是不好讲的哈。咱台湾的这拳击是伫日本时代哈，日本人引进台湾的，咱一般拢讲木姓骨嘛哈。所以这木姓骨是为日语来的哈。所以拳击手套咱会当有几种讲法啦哈，一个就讲木姓骨。木姓骨手套，较口语讲木姓骨用的手套，嘛会使哈。迄个因为这个拳击的英语叫做木姓，木姓就是木身躯的意思，所以较简性的讲木姓手套，嘛会使。